為了要讓更較儕囡仔會當接觸到傳統的戲劇，佇台灣戲劇中心舉辦頭一屆兒童戲劇藝術節，有9個團隊來遮表演着馬戲、布袋戲、歌戲，也閣有舞台劇等等。團結中心也希望講，透過着這兒童布袋戲劇本創作推廣計劃，也閣有這兒童戲劇藝術節的合作，有好的劇本，也有好的團隊來伴，甚至也培養着少年觀眾，也閣有創作者。把戲劇的腳步手路放入去馬戲，表演團體創造焦點，用新的演出形態來講花木蘭傳奇。今年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要舉辦頭屆的兒童戲劇藝術節，邀請9個劇團，要透過馬戲、布袋戲、歌戲、舞台劇等等，用傳統結合當代表演的形式。這個劇團都希望讓囡仔有新式的劇場體驗。這出戲的特色呢，就是有咱的母子偶，吼，啊，閣有咱的這個芝麻街的手偶，啊，閣有咱迄個咱傳統的咱一般的布袋戲，啊，閣有這個襪子偶，啊，這種種等等這種的無共款的形式來融合至咱這出舞台頂懸。啊，你若看到吼，啊，比如講，阮去花園九曲橋哦，足傳統的對吧？無。阮去捷運站啊呢，愛火利他諾哦，小朋友有感覺到跟我的生活很接近。主辦方表示，這屆兒童戲劇藝術節題材甲內容攏有創新，譬如講當大人、網絡交友、自閉症、互相霸凌等等，希望會當愈挖近囡仔的生活。兒童戲曲它某個程度上來說，或許是一種年齡的分級。我們希望為現代的小朋友們寫一些適合他們看的戲。然後替他們找到他們現在面對到的問題。兒童戲劇藝術節自6月27到8月16會辦在台灣戲劇中心。團藝中心嘛期待透過甲兒童布袋戲劇本創作、推廣計劃的結合，有那牽成兒童戲劇的創作，也希望培養更較儕的囡仔、少年、大人加做戲劇的觀眾。記者郭友基、林曉凱台北報道。